test，那个给我小蜜蜂。
喂喂，今天天气算袂歹啦吼，小可雨吼，都是凉凉。感谢主会当来到上帝面前。今仔特别的日子哦，什么日子？主日啊个咧，要甲上帝同坐倒啦吼，这是咱的福气咧。要甲咱伫厝内要做伙坐倒，要做伙用餐食饭，迄是爱家己的人才有法度啦吼。啊，今日嘛真欢喜，咱可能较大声哦，伤大声。可能吼，咱嘛爱真欢喜，就是咱有两个兄弟，要甲咱做伙同坐倒，要受洗，会知影上帝囝儿，好等福气吼。伫咱的牧师，咱逐工啦，拢有新安讲的读经，咱毋知有咧看无？我毋知啦，但是我感觉袂歹，真好。要搁专工去献迄本迄个，我来写会到位咯。啊，大家早起来，哎，哇！牧师比咱较早，就甲咱准备好啊。啊，伫5月初3的时阵有一篇，我感觉袂歹，讲安怎体会上帝拯救。啊，有遐写着讲，咱的基督教的创设者加尔文伊讲吼，第一爱读圣经，第二听讲道，第三守圣餐，伊才通过安尼来体会上帝伫你的内面，是咱较有信心来行头前的路。互咱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境遇吼，所以读圣经对咱有较年长的人可能有较辛苦。啊，即马有迄个台语，巴结的台语的语讲话，圣经用听就好啊。手机也会当听，啊，咱若是较年长较袂晓，咱就叫咱少年来甲咱下载就好啊，迄软体足方便的吼，逐工听。啊，牧师的是拢会用即工的迄个圣安讲，拢会调有甲咱互咱，啊，互咱思想，感觉真好啦吼。咱会通安尼，逐工来听，咱的信心哪精进，甲上帝哪接近吼，害咱三块来祈祷。主必怜悯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是何等有福气来到你的面前，成做你的囝儿。特别，阮今仔日要个圣礼典，甲你同坐倒，求圣神临在伫阮中间。阮也要为着两位严建兄甲德义兄，因要伫众人面前，甲你的面前要告别你因的信仰，成做你的囝儿。恳求你施恩祝福，互因两位伫以后的日子，拢会当时常仰慕你、倚靠你，有你的恩典伫中间。但阮从今仔礼拜每一个服侍甲讲台拢交托伫你的手，求你引带带领。安尼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刘兄这平安。咱来今日咱练诗的时间吼，咱第一首先来练圣诗175首。这首正式的诗，正式的诗歌啦吼，圣诗175首。咱对第一再来。新的地，新的天，上帝灵运行，新政治，新创造，我命的灵运行，新人生，新路线，上帝形象。咱这首诗歌正熟啦吼，但是即摆唱了有较慢一寡，吼，所以咱速度是我较紧的。另外一个注意就是第三个谱表，往下2张。这个卖使吼，来，咱看新的地、新的天，上帝的灵运行，迄个行2拍落尾啥休1拍，大家到遐爱休一下，对伊喘一下。
这条诗歌伊就是安尼写，所以咱特别喘一下气，就继续来唱，速度稍微较紧的来对头过来，第一节。来，新的地，新的天。新的地，新的天，上帝的灵运行，新政治，新创造，王命的灵运行，心南升，心内升，上帝形象运做唱新歌，以后把有换新，无万有换新。所以咱这首诗歌差不多是安尼啦，小可速度较紧的休困的时会记你休。好，咱过来练另外一首圣诗758首，第二首圣诗758首，我有志好朋友。这咱的月圣诗啦咱对第一节先来唱一遍。来，第一节。我有一好朋友，也常想我，伊会予我地球，耶稣惜我。世间快乐今天，朋友交陪快乐，对主永无后悔。耶稣惜，第一节搁一遍。我有一好朋友，耶稣惜我，伊会予我地球。耶稣惜我，世间快乐今天，朋友交陪快乐，对主永无后悔。耶稣惜我。这首圣诗的词的作者内底写一个时代笔，你看下骹有写一个时代笔。爱写英国甲台湾，我看到这个时，我就感觉真趣味。哪会写一个英国甲台湾？结果查起来是安怎？史代笔是台南新学院第一个音乐教授，第一个音乐老师。什么时阵的代志呢？1876年差150年前啦1876年迄阵。巴克利牧师来台湾，台南设新学院的时，伊是第一位的音乐系教授。史代笔牧师等于是早期的牧师内底多才多艺啦因为迄阵查出来讲，伊伫新学院教啥？教地质学、教音乐另外一个技术安尼写，迄阵马雅各医师李修，就是来台湾第一个南部传教的第一个牧者。李修牧师过身的时，迄个观察是伊做的。虽然讲观察伊做，讲伊是真好的木工。所以这个时代笔等于伫咱的音乐史面顶啦。即摆来人伫写西洋的音乐史，台湾第一个咧教西洋音乐的，就是时代笔。所以时代笔牧师所以这就是伊做的诗。咱过来唱一遍。第一节。我有一好朋友，耶稣惜我，伊会予我地球，耶稣惜我，世间快乐今天，朋友交陪
快乐，对主仰望后悔，耶稣相看。啊，其实这首诗歌的歌调，伊是对英国威尔斯的等于因的民俗音乐内底摕出来，所以是作英国调的一个诗歌。啊，所以其实伫咱圣诗内底，德国调、英国调的诗歌都是真多。哦，啊，所以这个真标准的一个英国调的诗歌。好，咱过来看另外一首诗，圣诗502首，圣诗502首。哦，这嘛是咱今日是主将细囝交代咱。502首，第一节。主将细囝交代咱，爱咱甲因手来牵，父母做主好帮衬，今日我靠身边。哦，唱得较紧一寡，第一节。主将细囝交代咱，爱咱甲因手来牵，父母做主好帮衬，今日我靠身边安。啊，这首诗歌其实伫圣诗内底作少有这种歌词，就是讲交代咱父母甲囝儿的关系。哦，所以这嘛是伫台湾迄个叫做吴翠眉、吴翠瓊哦，伊所写的词。啊，其实伊是一个应该嘛伫新人医院一个文学这部分的老师啦吼。啊，台湾足侪古早的文献是伊写的。另外一个曲吼，这个曲是朱敬恩，啊，这嘛是南神毕业的吼，音乐系毕业的。啊，陆维道牧师特别伫介绍咱这本新圣诗的时，伊讲502首，这是标准的台湾调。哦，啊，伊毋是讲台湾调，伊讲这叫做歌戏风格，哦，歌仔戏风格的圣诗。哦，啊，这其实咱甲头拄迄首完全英国式的圣诗来比较，气氛完全无共。哦，啊，所以咱唱这是当作歌戏来唱啦，吼。第一节。主将细囝交代咱，爱咱甲因手来牵，父母做主好帮衬，今日我靠心。第二节，信仰道路爱来站。父母做因好模范，天家地下的带团，行出正路面。第一节咱搁安静来唱一遍。主将细囝交代咱，爱咱甲因手来牵。父母做主好帮衬，今日我靠身边安。请咱伫旁先来开始咱今日敬拜。
全队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唱歌学乐伊的名的荣光，用学乐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着对上帝讲：你的所做到遐通惊，因为你的大权能，你的对德要降服你，全队要敬拜你，吟诗学乐你，要吟诗学乐你的名。这是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502首。圣诗502首，主将细囝交代咱，主将细囝交代咱，爱咱甲因手来牵，父母做主好帮赞，囝儿我靠心平安。圣诗502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主将世境交代咱，爱咱甲因手来牵，父母做主好帮赞，囝儿我靠心平安。信仰道路爱来赞，父母做伊好无烦，凭结德行会带团，行主正路免操烦，困他圣经上基督。我命真多，人真恶，时刻少年主稳定，每日甲主三家练，学习地主少年时，信用高人无骗你。全家归主当脚步，欢喜福山行天路。请坐。这是咱三甲来读使徒圣经，伫咧周报第7页，使徒圣经。好，咱三甲来读。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营府。第3日对死人中各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咱三甲来启用。启应文第49篇，伫咧圣诗的后壁面。圣诗的后壁面，启应文第49篇，也是以赛亚书第55章。启应文第49篇，显着咱三甲来启应。来，喙焦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啉。恁若着开钱买袂食得的物，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物通食。趁找着上主的时，就来找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
着归向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加偌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好甲势对天降落，无阁倒转。要互野种的有种子，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以前有气魄的所在，会发清白。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客人到这，这时咱阁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158首。我有志好朋友，我有志好朋友，耶稣属我，伊会互我得救，耶稣属我。世间快乐紧退，朋友交陪快逝。求主永无，地主永无后悔，耶稣属我。圣诗158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有志好，耶稣属，伊会互我得救。耶稣属我，世间快乐紧退，朋友交陪快逝，地主永无后悔，耶稣属我，爱要伫我心内，耶稣属我。对敌家无陷害，耶稣属我。我渴求主的色，为得清义正实。我也对敌愿力，耶稣属我。虽然到老高山，耶稣属我，我心可以帮赞，耶稣属我。我欠给伊主保障，伊保为我提赎，真心无好结局，耶稣属我。请坐。这是主理要来献诗，因要唱的诗歌是赞美他，俄罗伊。
真古锥的细囝吼。好，这时请咱三个额头来祈祷。全能的主，阮的阿爸爸上帝，阮要感谢你，搁一礼拜，你组织阮众兄弟姊妹，不管是来到教会，还是伫咧线顶，一齐来学乐敬拜你。伫即个时刻，阮爱分别做圣。天父上帝，伫即个社会的世代，阮人常常自高放纵私欲。忽略你创造的美好，地球气候的变化真大，伫世界各角落，阮看见动物遭受迫害，食米欠收，人类的生活受到极大的挑战。主上帝，求你怜悯阮，也求你教示，互阮知影安怎做。才合伫主你的心意。阮拢是你创造的一个生命，阮爱学习，甲你创造的环境和平相处，甲人和睦客气。主上帝，阮常常伫面对困苦的时，忽略有主你甲阮同行，因为你担当阮一切苦痛。早前你为着阮的罪，定时日个受死，搁赐圣神的保惠师互阮。阮爱为着即个来感谢你。伫即个疫情不断变化，阮看到全世界，包括台湾，有侪人丧失性命，求主你怜悯安慰。也求主你赐下平安，互遮个破病的兄弟姊妹，照顾因、医治因的身体甲心灵。主美的上帝，求你教示阮，爱常常关心遐未当听到福音、接受福音的兄弟姊妹，因为伊也是阮的至亲。对圣经顶，你的话，阮看见战争是真可怕的，因为人的贪心，常常互咱心目无明。主啊，嘛求你，互俄罗斯甲乌克兰因的战争来紧煞。今仔日，阮有即个机会，搁甲主共坐倒。阮搁爱一摆来思考主你的话，求你保守兄弟姊妹，伫即礼拜阮若有得罪你的所在，求你来赦免。今仔日若有兄弟有家己的代志，袂当来聚会，嘛求主你来纪念伊。我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想赐阮平安。阿门。这是咱三角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罗马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伫圣诗的新约第175页。罗马书第5章第1节，所以咱已经对神称作义，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有甲上帝和，也倚靠伊。对神来立伫现今所带恩典，搁仰望上帝的荣光来欢欢喜喜。
毋那安尼，就伫患难也欢欢喜喜，因为知患难生出吞忍，吞忍生出老练，老练生出愿望，也愿望无抵到见效，因为上帝的疼对所想事咱的圣神来灌压咱的心。读圣经到这，只是咱请柯牧师来正道。伊今仔要讲的题目是活伫上帝的恩典。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阮感谢你，你看顾疼痛阮，无论外在环境安怎变化，阮犹原伫你的恩典的中间。愿做你赏赐阮即个福气，赏赐阮即款的恩典。阮就应当来回应你的听，即时愿恳求信心临到阮中间，帮助阮来明白你的话语，帮助阮牵调着你的应允，互阮伫即个时刻甲你相拄，互你引带阮头前每一个时刻。阮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每一个人拢活伫上帝恩典的内面，对毋对？对。当咱咧观察家己，咱咧回想咱过去所经历的一切事，咱经过每一项的事件，咱伫咱所信的即个上帝的内面，就是讲，当咱相信耶稣基督了后，咱伫保罗的描述的内面讲，咱互上帝称作义。所以伫保罗咧写即个罗马书的内面的时阵，即个互上帝称作义，对咱即个时刻讲，是一个真重要的主张。当伊咧讨论即个因为信，然后互上帝称作义的即个论述的开始。保罗带咱对一开始咱人咧敬拜偶像得罪上帝，一直到主耶稣降世这个道理的中间，保罗指出一个真重要的，就是上帝甲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应允的约，伫主耶稣基督甲咱人的身躯顶，在恢复这个过河的过程中间完成了。所以咱当咱咧看亚伯拉罕到耶稣基督这个过程的中间，上帝有颁布一个律法。就保罗所了解的是，这个律法有关一切的事，其实拢毋是出自律法的本身。保罗咧说明讲，律法无法度保护咱每一个人。咱来看时，咱咧真遵守这法律的人，毋着无迄个愿望，毋着会落伫即个罪的关系内面吗？今仔日咱有两位兄弟要受洗礼，伊要伫众人的面前来宣告因家己甲上帝的关系。保罗伫罗马书内面主张，伊讲，敢若有受洗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死甲过活的即个中间。这款的动作，这款的过程，才是真正上帝打败罪恶关系的行动。上帝将伊的恩典实现伫咱每一个人生命中间一个唯一的办法，就是透过受洗礼。若无受洗礼，罪会继续捆绑伫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顶。捆绑着你的性命，上帝所颁布的这所有的律法条例，嘛无法度解除你身躯顶面的罪。互上帝称作义了后，咱受洗成做上帝的囝儿。咱想一个问题：受洗了后，咱的性命会真顺利吗？会袂？我想咱拢知影，袂。咱袂一尽顺利，因为当咱拄着风景，咱陷落伫即个山谷内面的时阵，咱要搁安怎来面对因呢？
保罗伫今仔日讲，咱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死甲救活，来恢复咱每一个人甲上帝的关系。所以，咱会相信讲主耶稣，咱会相信讲主耶稣伊是弥赛亚，咱相信伊的拯救，伊的牺牲。这个相信唔那是对你心内的相信，咱搁爱讲出来，爱对你的嘴来承认，因为咱信，互上帝称作义。这款的义是上帝看最好的，也互咱每一个人会当对罪的内面脱离出来，无受到罪的限制，无受到罪的捆绑。因为安尼，咱就甲上帝恢复一个更好的关系。所以保罗伫今仔的经文内面讲，因为信，基督互咱会当活伫上帝恩典的内面。咱会当安尼来认为，讲保罗所讲的是照着基督，因为咱相信，而且呢，这个相信毋是干那相信尔，是真有自信。你真有自信，然后就一条路会当进入到上帝国度的内面，咱就会当享受伫所有的恩典，所有上帝所赏赐的一切内面，徛伫恩典的中间。我在想，毋那是安尼尔。当咱伫上帝恩典的内面的时阵，咱的心情应该真好，对？咱的心情应该会真好。所以，无论当时的人因处伫什么款的环境的内面，就是讲当时的人因处伫罗马政府，也是讲犹太宗教领袖的一个压迫的内面，保罗甲因讲，因爱欢欢喜喜，犹原爱保持一个喜乐的心。保持这个喜乐的心，是互咱会当有一个信心，对一个将来有一个毋茫之地。活伫上帝恩典的内面，咱来保持一个信心，来面对外在的遮的迫害、遮的攻击、遮的患难、遮一切咱看做袂顺利的代志。不过一个重点是，外在的环境真正影响咱遮大吗？其实还有一个部分是，咱每一个人的内心。当咱咧面对遮所有一切艰难挑战的时刻，你的内心是怎样？我想，咱若处伫一个真歹的环境的时阵，咱每一个人的心会真负面，咱会有可能开始对未来有一个无确定的感觉。所以，这一切对外来、对你内心来，咱来讲，伊就是一个患难。保罗讲，处伫即款的情景的内面，咱犹原爱喜乐。咱会当对原文来理解保罗伊即句话的意思是：伫患难中也爱用喜乐，成做一个真欢喜、引以为荣的代志。也是讲，伫患难的时来夸口，咱伫上帝恩典的内面。保罗的这种论述，咱有时可能真好理解。咱已经伫患难的中间啊，咱的心情、咱的情绪、咱的状况，拢毋是真好。咱会表现出受气，咱会表现出真失望，有可能还佫有自责，或者的情绪。当咱陷落伫即个中间的时阵，咱有法度喜乐吗？咱有法度搁夸口吗？伫当时的人，因处伫罗马政府的统治下面，特别是遮的信徒，因遭遇到遐无公平的对待，甚至因会失去性命。保罗伫即种的情形下面，甲因讲：你若保持一个喜乐的心，我咧想，哪有可能？那对于现代中文译本，伊第5章第3节内面的翻译讲，毋那安尼，伫患难中，咱犹原爱喜乐。保罗咧强调即件代志，
是因为伊咧说明，咱每一个人因为基督，咱进入到上帝恩典的内面。伫恩典的中间，咱每一个人拢有对上帝下来所享受的喜乐。这种的喜乐袂消失，这种的喜乐袂因为外在的环境，袂因为你内在的变化，伊就无去啊。所以，咱会当安尼讲，当咱伫困境的中间，当咱伫患难的中间的时，上帝所享受的喜乐，悠然伫你甲我的生命的内面。既然是安尼，咱拢伫上帝恩典的内面。为什么咱会拄到这所有一切患难呢？保罗在甲咱提醒，当患难临到你的时阵，咱每一个人拢可能会问这讲话，讲为什么是我拄到？是我做唔到什么吗？咱定定在拄到这困难的时阵，咱拢要去敲做迄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咱要明白为什么咱会拄到这款的患难。每一个人所敲找原因的动机无同款，不过拢是为着互家己会当得到一个说明，互家己对患难的这个困境中间找到一个解决的出口。最近的新闻，咱看到真侪疫情的报道，其中有一个新闻。伊咧描述一个因为确诊，伊的然后过身了后，伊的家属，伊要想要对政府的机关内面，伊的单位的联系的这个协调的真实的状况是甚物？家属咧敲做这个过程的这个真相，在这中间，其实我看到家属伊的心灵真艰苦。当伊每一届佮回顾迄个情形的时阵，一届佮一届，因的情绪就佮互提起来。家属想要真正知影讲当时发生什么代志以外，其实也佮有一个疑问是：为什么这项代志是发生伫我的厝的内面？真正的真相是甚物？造成伤害的原因是甚物？今仔日疫情爆发的这个时刻，确诊的人，因的心情对一开始无法度接受，一直到现在，咱拢知影，伫确诊了后，互人感染了后，咱会明白，这个病毒的感染力是愈来愈强。咱会明白，虽然我个人做好这个防疫的工作。抑阁是无法度完全防止病毒的感染。对一开始无法度接受，到现在，咱知影咱爱做的代志是甚物？咱知影，无论是对医疗，对咱厝内面，咱要安怎互家己渐渐恢复健康？咱的心情嘛做一个转变。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内面。咱有一项代志是，咱无法度知影即个患难，伫当时会临到咱的身躯顶。咱阁无法度明白为何会有遮个灾难。虽然咱讲咱会当做一寡预防，会当做一寡准备，但是灾难悠然临到咱每一个人身躯顶。所以有可能咱会问为什么？保罗咧甲咱讲，咱每一个人拢已经伫上帝恩典的内面啊。所以，当咱每一个人，咱若处伫即个患难的环境的内面，咱毋是一直咧追问迄个原因，更较重要的是，咱爱知影刷落来，咱应该做甚物。咱毋知即个疫情会偌久。会持续偌久的时间，咱毋知咱咧处伫即个疫情的内面的时阵，会到伫当时。当世界经历一届搁一届、一波搁一波的疫情的时，每一届拢咧挑战咱人
咧面对病毒的这能力。咱能看到，敢若过了一段时间，敢若有方法会当控制这个病毒。有时佫陷落伫迄个困境的内面，咱需要坦台行出患难的时刻。所以伫苦难的中间，咱要坚定不移的信心甲态度伫咧，保持悠远的保持对上帝遐来稳定，对上帝所赏赐咱的喜乐。咱袂因为困难就放弃啊！咱来坚持对上帝稳定的信心伫咧。这款的忍耐是上帝所欢喜的。经过经验、验证、甲磨练，伫遮一切试炼的中间，咱真实的盼望都伫迄个所在。这个真实的盼望，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这个盼望袂空空。所以，咱若徛伫上帝稳定中间来看，咱所面对的患难，咱所面对的吞忍，咱所面对的老练，一直到盼望这个过程，其实这个中间有受苦甲失望。无论咱拄着倒一个，也是上时咱陷落伫整个无法度脱离的环境的内面的时阵，这拢是咱每一位基督徒拢爱去面对的。咱伫生活中，咱知影咱一定会拄着，咱知影咱会拄着了后，你敢会去怀疑咱所信的这个信仰有正确无？你敢会怀疑上帝的能力吗？像当咱有这款怀疑的时阵，其实不是去经历这个患难的人需要去面对的，是咱每一位军队耶稣的人，咱每一位要成做伊囝儿的人，咱咧面对一个信仰反省的时刻，咱咧自我检讨的时刻，也是你当你伫信仰真软弱的时刻，这款的问题拢会出现。各位兄弟，当咱每一个人拢伫上帝稳定的内面，伫迄当时的人，因相信上帝稳定的力量，所以当因处伫迄个大环境内面的时刻，因会当靠着上帝稳定，增强因的信心，互因对未来有盼望。这个原因就是因对上帝稳定的认捌，因知影讲，伫生命中遭有的患难会生出吞忍，患难就表明咱伫这个中间，咱所的耐心是会经历过这个患难的试炼的。经过试炼，会增加咱人对上帝的信靠，以及对未来的盼望伫咧。这个原因，都是因为咱会当经历过，因为这个盼望是徛伫上帝的听的内面。上帝听照着信心临到咱每一个人身躯顶，充满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甲咱的生活内中。上帝照着信心赏赐予咱人伊的听，是对主耶稣基督为咱每一个罪人来死的，来实现以及证明上帝听咱每一个人。当咱咧经历生命的稳定，各位兄弟，咱咧经历呢，毋是讲今仔日过了，咱就无安尼。相信上帝稳定伫你的生命内面，你就要坚定不移。因为人会软弱，这上帝知影，咱不时拢会软弱，咱不时拢会受到这个世界影响，咱不时就会背离上帝，互咱陷落伫迄个困境的中间，陷落伫迄个罪恶的内面。上帝伫咱人也未晓悟这款的道理的时阵，
伊就帮助咱要脱离遮歹的代志。当咱还未明白的时阵，救赎的行动就已经开始啊！咱若对保罗的观点来看时，会当看到耶稣基督的爸就是上帝，已经咧运行迄个救赎的计划。伫一个真悲苦困难的中间，基督已经得胜啊！所以患难若毋是完全倚靠上帝救赎的能力，咱无法度搬过、赢过这一切的困难。保罗通过今仔日的经文，伊爱咱相信，只有倚靠上帝恩典，才会当面对你生命内面、你大环境中间的艰苦的困境。所以咱来讲，上帝是万物的上帝，咱人的生命拢是对伊遐来。所以，当咱每一个人真实活伫上帝听的内面的时阵，咱人的生命袂孤单，袂失去望。不过，有时咱常常将咱人生的目标，也是咱的生活，建立伫人的身躯顶，所以咱就会失望，咱会感觉灰心丧志。咱爱伫咱的生活中间，咱的目睭爱注目伫上帝互咱的恩典顶面，将迄个焦点放伫主耶稣基督的身躯顶。生命一定有难题，生命中间一定会经历艰苦。无论你即马处伫什么款的艰难的环境的内面，有时看起来敢若无解。咱若对信仰的眼光来看时，有可能你敢若看到迄个困难，你无看到上帝恩典，你袂记你当在上帝恩典的内面。无论你即摆生命是咧经历悬低、顺利、读爱，耶稣基督所带来毋望，永远袂消失变空空。今仔日咱要举行圣礼典，其实牧师真欢喜，有两位兄弟要受洗礼，真欢喜，因要宣告，因甲上帝有一个合一的关系。不过，咱甲伊同齐欢喜的时阵，咱又往来回想家己，回想家己，咱每一个人，你甲上帝关系是安怎？当初为什么你会要受洗礼呢？当初的迄个关系，甲即马有什么款的无共吗？通过今仔日这两位兄弟的洗礼，咧提醒咱。上帝的听，上帝的恩典已经伫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顶啊！照着圣餐，咱会当明白耶稣基督的牺牲、救赎甲救活。咱会当明白对整个圣礼典内面，上帝互咱的生命存在伫这个世界的意义。咱每一个人。拢互上帝所拯救。当咱处伫患难中的人，咱会感觉过了真艰苦。过去有人讲啊，你著食苦当做食补，这有可能是一种心态转换的方式。不过，真正爱咱注意的是，当咱伫患难困难的时刻，也是讲咱伫自我反省。咱伫一个真无望的时刻，咱会当转向啥人来求救咧？保罗伫罗马书内面，特别是其他的经文，咧甲咱提醒着，甲上帝过好，伫上帝恩典的内面，伫基督所带来毋望中间，咱爱持守对上帝的信心。那呢？我想，当咱咧拄着这恶担当的时，
上帝的恩典帮助咱度过这个患难的关卡。基督所要显现的是上帝对咱人这个疼的保证，互咱找到一个有愿望的答案。所以咱知基督的死过活，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来跟对伊，每一个人拢会当来相信。迄是因为咱拢互同一位上帝所拯救，咱拢互上帝带咱搬过咱家己本身的罪、受死、过活。所以，当咱咧拄着患难的时阵，爱记得，当你伫患难的时刻，上帝你早落伫上帝恩典的内面啊。因为咱知影，这段经文讲伫患难中，咱犹原爱喜乐。因为咱知影，患难培养吞忍，吞忍生出老练，老练生出毋茫，毋茫无地到见效。是因为咱每一个人拢已经伫上帝恩典的内面啊。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阮感谢你，你听阮，看顾阮。当阮还未明白认捌你进前，阮就已经伫你的恩典的内面啊。阮爱回应的是，阮愿意来到这个中间，将阮所领受的，真做伫阮生活中来见证你，来荣耀你，互人会当得到帮助。愿主使用阮，看顾阮，互阮毋那是家己活伫上帝恩典的内面，搁较要紧的是，阮来实现上帝你救赎的计划，互阮参与伫这中间，互阮有份伫这个内面。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个时刻，咱要举行圣礼典，今日有2位兄弟要受洗礼，咱做伙来唱圣诗359首。咱来唱全首，354首。当咱咧唱的时阵，请2位兄弟会当徛到台前来。今仔日是这2位兄弟要受洗礼，一位是黄德义兄弟，一位是陈英杰兄弟。咱每一个要受洗礼的人，咱注意来听。
咱得到帮赞，是我靠主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主耶稣基督捌吩咐讲，伊对世人中过活了后，也未上天的大情。伊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就去招万百姓来做伊的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命令恁的，就假使因守，搁互我日日甲因伫地，直到世间的落尾。伫五旬节的时刻，必得传福音，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逐人伫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甲互因的罪得到赦免，搁要受信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见那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亲像迄时，彼得咧呼召人，叫人信主，叫人爱反悔，爱来洗礼。但我要安尼对恁两人安尼讲，恁两人着亲信，恁真实的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罪得到洗清的记号甲印证，要表明信心对顶头生伫恁的身躯顶、恁的生命内面，甲基督结连做伙。所以，当这个时刻，恁要受洗礼，恁爱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以及来应答我所要问的问题。第一，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信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第二，恁有真实反悔恁家己的罪，也信靠主耶稣救赎的功劳，也无？恁着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这个时刻要为恁受洗礼，咱先请迄个弟兄来到台前。黄德义兄弟，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感应天兄弟，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这是请会众起立，咱要来宣告。第一节，黄德义，恁两人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礼。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文山小会的官兵，接纳恁成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的内面。会众请坐，咱做伙来祈祷。全能的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这么大的恩典，伫这个时刻接纳你的囝儿进入到你的教会，愿你祝福因两人，求你用信心降落伫因的头前，伫因头前坚固因，带因头前的一切的道路，也用恩典赏赐因，互因结连伫基督
得到主的充满，永远伫你的内面。当因拄到试探的时，保护因，互因会征战信仰的好征战。愿你的气力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安稳伫你的听的内面，互因一世人服侍你。主上帝，恳求你，互阮逐人对今仔日参与这个圣礼典了后，会当明白洗礼对人的意义。求你赦免阮，因为离开你的道路，致到阮亏欠你领受洗礼的恩典。求你，互阮会当完全来悔改，转来到你的面前，成做你尽忠的奴仆。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咱这时请小委员来接纳，来转过去。教会这边有准备圣经，伊个有为因备办属灵的当班，因个遐的属灵当班是苏长老，迄个第二兄的属灵的当班是恩心之书，我先代表教会将伊个受洗的证明甲圣经来送互因。好，伫这个时间嘛，介绍因的亲人啦，因家遐的太太小竹姐，甲因来，请起你互咱熟悉者，好，请坐。迄个第二兄，伊的黄桥也姐姐伫迄个所在，好，咱甲因有做沟通来帮助因伫教会内面的生活会当更较自由自在，来领受上帝恩典。咱个拍鼓来欢迎伊，请坐。会使转去，请坐，请坐，请坐。这个时刻，咱做伙来唱圣诗359首，咱要来收圣餐。咧唱的时，请长老来备办。
对规定伊的人所讲的恩典的话。主要所讲，你若见人着我为重大的，就问我，我要互你安息。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声的人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问伊，甲伊食，伊嘛来到我食。愿主要所记录的恩典，甲咱正兄弟姊妹之间。各位兄弟姊妹，咱做来听主要所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所受，也捌传互你，就是主要所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擘开，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断的。食了后，佫旁杯讲，即个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恁食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咱每一个人，咱逐摆要来食即个饼，饮即个杯，是要来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主耶稣互人卖迄暝，伊摕饼祝谢。所以咱就照着伊的款式、伊的模样，咱大心来感谢上帝，咱做伙来祈祷。昨天上帝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是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阮谦卑求你找信心来信赖阮，也信赖食所有摆伫你面前的饼甲杯。互阮接受食的饼甲杯，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随你的恩典的帮赞，通过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伫阮每一个人的生长中，拢会当伫你的恩典内面，会当荣耀你的圣名。愿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因为既然呢，因为食的时阵就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咱请服侍求乐。
杯是新的药，是伫我的血所设立的。因若啉的时，就惊呢来记念我。咱请菩萨长老。这个杯是信仰，是主要所用伊的宝血，甲咱每一个人所立的信仰。咱每一届在啉的时，咱就安尼来记念伊，咱同心来领受。凡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每一个人恩典，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我感谢你，你对我极大的疼，互我会当领受你的圣餐，成做培养灵魂真活的食品，互我会当明白你疼我，你知影，阮是你的子女。是受祝福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度的福利。恳求你，当我每一届来领受圣餐的时，我嘛奉献自己，愿你欢喜接纳我，帮助我，我伫阮的生命中
不断影响稳定的是，我们不断咧应用语言，互众人看到、知影主的疼是大的。愿感谢主，愿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咱过来吟圣诗，圣诗第175首。新的天，新的地，新的天。新的地，新的天，上帝灵运行，新种子，新创造，活命的灵运行。心难成，心愈成，上帝形象运行。主唱新歌，伊予万物换新，予万物换新。请咱起立，圣诗175首，来吟全首。新的地，新的天，上帝灵运行，新种子，新创造，活命的灵运行，心难成，心愈成，上帝形象运行。主唱新歌，伊予万物换新，予万物换新。新的地，新人民，上帝灵运行，新力量，新希望，活命的灵运行，新的心，新精神，上帝形象运行。主唱新歌，伊予万物换新，予万物换新。心思想，心智慧，上帝的灵运行，心律法，心体育，活命的灵运行，心名字，心圣经，上帝形象运行。主唱新歌，伊予万物换新，予万物换新。新的地，新的天，上帝灵运行，心是命，心创造，活命的灵运行，心难成，心愈成，上帝形象运行。主唱新歌，伊予万物换新，予万物换新。请坐。这是请咱大家闭慢心来奉献，咱大声来做圣餐的奉献。
圣餐的奉献是今是要为着牧师馆、目沙馆来奉献。这是咱要来准备礼拜奉献。请坐。这时我来做简单的报告，请咱掀开周报，
伫报告的大声，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读2遍吼。金句伫周报的第2页。也我可以对神来入伫现今所带恩典，讲望上帝荣光来欢欢喜喜。罗马书5章第2节。也我可以对神来入伫现今所带恩典，讲望上帝荣光来欢欢喜喜。罗马书第5章第2节。好，咱看隔壁面，下周圣工分担领唱是潘美燕长老，司礼是林中校执事，司琴是苏云伟姐妹，献诗是甘那团契，司献是张文馨执事，甲郭金敦执事，交台文馨执事，甲谢义宏弟兄，音控是李尔博执事，张建团执事。广告经理是柯牧师。过来拜三暗时早间祈祷会吼，这题目是伫恩典中拄着患难，有人爱喜乐。主理是柯牧师，司会是陈定慧长老。个主理礼拜经文吼，请甲信息啦吼，请兄弟咱家己来看吼。主理是柯牧师。好，请咱先到后壁面。周报第6页第1点，圣礼典本主日礼拜举行圣礼典，今仔日圣餐的奉献对象是牧师馆，咱目沙馆。本主日受洗名单有2位，是黄德义兄弟跟陈英吉弟兄，咱真欢迎嘛真欢喜，真恭喜。好，第2项。洗礼前的信仰课程，上课的时间，下一期是伫7月24号，9月4号，甲11月27号。逐摆拢是伫主日礼拜后下晡的1点到4点。咱真欢迎迄兄弟若是有熟悉的朋友，是讲亲友有要备办洗礼、领健身礼报道友拢会使介绍来参加。请这干事来。摕即个报名单，写了交互牧师。第3项就是这肺炎传染足紧就是真紧真紧就染着安尼，所以嘛是要提醒咱兄弟出入这公共场所伫咧外口食饭拢爱足细腻第4项是教会奉献的方式，这会使用线上汇款啦若是讲。即礼拜无方便到教会来会使用即个方式来奉献。第5项，圣工的事奉表，请各团契会使甲这下一季的这聚会内容交互干事，咱才方便真紧来安排这下一季的这圣工的事奉表。好，佮补充报告一项就是咱本会的这杨老师杨天放老师昨暗。7点已经蒙主温调啊，那么求主亲自来安慰慰藉。以上。真遗憾听到杨老师蒙主温调，这个时刻咱爱为着廖长老以及因的囝儿来代祷，恳求上帝，互因伫这个失去亲人的中间，永远有上帝的同在所以我邀请正兄弟姊妹，咱即时为着。廖长老甲因的囝儿，咱做伙来祈祷。全能的上帝，当阮听到杨老师蒙主温调时，阮的心毋甘。总是伫上帝你的旨意的内面，阮知杨老师已经煞了地面上一切劳苦悲痛。阮毋甘是伫阮的对伊的关系，阮少年伊，嘛愿主即个时刻，将你的疼痛恩典施落伫廖长老以及因的囝儿的身躯顶，互因刷接落来所备办一切的事务顶面，
拢有上帝你的同在，拢有信心的引带，恳求信心帮赞，互因行过即个艰难的时刻，互因会当徛伫上帝的厅内面，继续向前来跑走。愿主亲身看顾，愿主亲身引带，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是咱要为着这礼拜2个家庭来代祷。第一个家庭是苏小姐伊的家庭。伊要代祷的事项是，感谢上帝的保守看顾，恳求上帝帮助因，会当伫信仰顶面坚定，互伊的囝儿孙的生活、学业、事业，拢会当有平安顺利。好，这是苏小姐要代祷的，请咱这礼拜继续为因代祷。第二个，再个一张相片好，来。第二个，为秀敏姐秀敏姐伊要代祷的是，恳求上帝求随随因全家身心灵拢健康平安啦伊的大汉囝查某伊的甲咧饲养伊的查某囝谢欣会当平安顺利来成长。第二后生的全家即马伫福建所以愿主看顾因。然后，伊的孙伫今年的高中的考试有一个好的成绩。为第三个后生光宗甲伊的孙拢伫桃园即个所在，然后伊的即个囡仔孙会当真顺利平安感谢上帝，互因会当伫伊的稳定的内面有平安。咱即时当心为着这2个家庭，咱来祈祷。俾上帝伫咧面前，阮为着苏小姐甲秀敏姐因2个家庭献上感谢。感谢上帝赏赐稳定疼痛伫因全家的身躯顶。这个时刻恳求上帝保守因，无论因即马伫倒落，主你拢甲因同在，看顾因出入的平安，看顾因身体的勇健，看顾因所行一切事的顶面，拢有上帝祝福伫咧。将这2个家庭仰望伫你的手中，愿主引带因，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好，以上。我毋知今仔敢有新人下面咱来唱煞尾面的圣诗，圣诗第396首，担尾散会求主赐福。请咱起立，吟诗煞，咱请科牧师祝祷。担尾散会求主赐福，保愿心中上快乐。大家结连亲爱互助，欢喜阮地主脚步。地主脚步，地主脚步，经过旷野主带路，耶和华为主显明，总我心志的定定，千里高路我为修行，心归为主最面前。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盼望，
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正人之地，对直接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好，咱来唱平安礼哦。咱大家会使互相请安哦。喂，咱请小会员先来到台前，甲今仔日受洗两位兄弟做伙翕一张，好不好？啊，煞接早互伊家属甲因翕相。小会员，来，咱先来甲因翕一张。来，英吉兄甲德义兄，来，恁来食，咱甲你翕一张。以诺长老嘞？哦，好，来。来，阮小会员先翕一，再互恁啦吼。先借我们用一下。头前，咱看头前。咱先翕相，阮小会员先翕一。好，安尼恁家属会使翕相吼。黄桥，你甲小弟翕一，吼，恁个翕一，好。